列王记下卷第2章第1节到12节。第1节，上主伫要用光雷仔风接以利亚上天的时，以利亚甲以利沙做伙离开吉甲。以利亚对以利沙讲：上主找我去逼迫你，你着留踮遮。以利沙讲：我只用我的上主甲你的性命咒诅，我一定无要离开你。因两个人就做伙落去逼迫你。逼迫你遐的先知的学生出来见以利沙，对因讲：上主今仔日要接你的老师离开你去，你知无？伊讲：我知，请恁惦惦。以利亚甲伊讲：以利沙，上主找我去耶利哥，你着留踮遮。以利沙讲：我只用我的上主甲你的性命咒诅，我一定无要离开你。因就到耶利哥。耶利哥遐的先知的学生来以利沙遐，对伊讲：上主今仔日要接你的老师离开你，你知无？伊讲：我知，请恁惦惦。以利亚对以利沙讲：上主找我去约旦河，你着留踮遮。以利沙讲：我只永远的上主甲你的性命咒诅，我一定无要离开你。因两个人就做伙去。有50个先知的学生缀因去，远远徛伫因的对面。因两人徛伫约旦河边。以利亚将伊的外衫卷起来，拍河水，水就分双平。因两人行大地过去。过去了，以利亚对以利沙讲：我受接离开你以前，你爱我为着你做甚物？你着甲我讲。以利沙讲：求你将感动你的心加倍予我。以利亚讲：你所求的真困难，毋过我受接离开你的时，你若看着我，就会得着；若无，就得袂着。因若行若讲的时，忽然有火箭车、火马将因两人隔开。以利亚就坐光雷仔风受接上天。以利沙看着，就喊讲：师傅啊，师傅啊！以色列的战车甲马兵啊！后来，以利沙无搁看到以利亚，就将家己的衫拆做两平。